禁慾惡男逼少女吞精液。日前被陪審團裁定強姦同雞姦罪唔成立嘅21歲被告葉恒巨喺開審前，佢承認一項非法性交同埋2項與21歲以下女童肛交罪。今年3月24號一朝早嘅6點鐘，佢喺長沙灣一個巴士站兜搭離家出走嘅14歲中二女生。佢同少女去到宏景台平台傾偈之後，就帶佢返自己屋企。1個鐘之內3次同佢性交同肛交，仲喺少女嘅口裏邊射精。少女更加要吞佢嘅精液。阿媽就嚟返啦，拜拜。辯方求情話，被告喺戒毒所囚禁咗7個月，啱啱先至獲釋2日。暫委法官就即刻截停佢問，係咪餓得太耐？辯方就答係禁慾好耐，好難控制。被告話冇逼少女吞精，只係呓佢，係少女心軟先至肯吞，又擔心佢會有 BB 先至喺口裏邊射精。暫委法官就話，被告喺短時間之內性交兼肛交，冇用安全套，又要吞精，極盡淫慾，判被告監禁2年8個月。